大家好，我係 B 仔，今年22歲，畢業於電機工程學系，係一名助理工程師。今年剛剛踏入社會工作，唔經唔覺，我已經返咗半個月工，時間過得好快，快到我都未適應，就已經要面對好多嘅問題。2089年，全球暖化已經唔再係新聞，海水溫度長期偏高，風暴唔再需要時間醞釀，佢唔等人準備，由形成到變成致命威脅，只需要幾個鐘。我入職嘅係10月，正值暴風季節，超級颱風史迪加極速來襲，公司牆上暴風警示燈長期着住。有時我會諗，如果有一日嗰盞燈真係熄咗，我會唔會反而覺得唔安樂？超級颱風出現嗰日，我仍然喺學緊系統操作，我仲係新人，仲學緊點樣唔好犯錯。呢兩日 AI 屏幕上嘅數字唔係上升，係失控咁跳。風速預測每小時350海里，個系統冇響冇警告聲，因為呢個數字已經超出人類可以理解最壞情況嘅範圍。嗰一刻我先真正明白，呢場風暴已經係災難級，我哋只係可以睇住佢點樣決定我哋所有人嘅命運。最早受影響嘅時間正值放工嘅高峰，人最多，車最多，最亂，所以政府嘅指示唔可以關電。政府話一關電市面會更亂，會引起公眾恐慌，公共交通會大受影響。政府只傳嚟9個字：社會穩定比一切重要。我望住嗰9個字望咗好耐，但公司內部 AI 分析同總工程師對颱風嘅影響都清楚指出，暴雨會以極短時間到達，喺供電狀態下，低洼地區會變成積水大電，會電死人。AI 風險評級係極高，控制室好靜，靜到我可以聽到自己嘅心跳。大螢幕上地圖慢慢變紅，一區再一區，控制室冷氣開到最大，但我仍然覺得好熱。有人細細聲講：唔得啦，如果而家唔關電掣，新界低洼地方嘅市民好易出事。佢把聲震晒，好驚。之後冇人再講嘢，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按停電掣就違反政府指示，一定會被炒；唔按就好可能電死人。總工程師將來要負責，實做替死鬼。我望住控制台個按鈕冇喐，但喺我眼入面，佢好似慢慢變大。總工程師企喺前面，佢企咗好耐，好耐，好似喺等緊做決定。最後佢轉過頭嚟，佢成線好平和，甚至有少少尷尬問我：B 仔，你返咗工未夠1個月，你知啦，我屋企有老有嫩，你不過係你自己撳錯掣，你明㗎啦。好似慢慢停低，時間冇喐，聲音變遠。而家佢哋全部望住我，我覺得自己好似企喺行刑室入面，未宣判，但已經知道結局，一定俾人炒。我好掙扎，我重應承咗妹妹下學期幫佢交學費，如果冇咗份工，我點同屋企人交代？我當時其實好想推佢，但我知按咗落去，我都會俾佢炒。熒幕右上角倒數時間冇聲冇息咁跳，一下再一下，每一次閃都好似喺問你點樣揀。我嘅呼吸聲比風聲更清楚。我仲未按掣，但我知道無論我點樣揀都唔會有好嘅結果。最後我好決絕，突然按停咗電掣。原因為我係香港人，我愛香港嘅每一個人，唔想任何一個香港人出事。我 B 仔其實係好渺小，但我已決定辭職唔做，可能係最後保留翻俾自己一點自尊。Well， 失業啦，要堅強。今年美國太空總署從不同國家挑選500個人類參加2089年 Proxima B 人類殖民計劃。Proxima B 係最接近地球嘅類行星，離地球只有4.5光年，好可能適合人類居住，但要到達需要5000年。我唔知自己係幸運定係不幸，申請咗亦被選中，但美國太空總署指明所有人一去就永遠返唔到地球。我內心好掙扎，但眼見2089年嘅香港根本再唔適合年青人生存，我真係有啲心動，好想走。
黃昏走出太陽，天色繽紛但灰暗，通通走了樣，極光永未降臨，滿地雪奔滿分，任由天地倒轉出，要每天完全任我飛 ，Fly fly to proximity。今天請假不願再 OT， 飛到星塵裏，於黑洞去飛出去。我有我的理想，今天到處衝蕩，星河般的蒼狼，彩虹映出光亮，紫藍色的光芒，夢中到處搖晃，生命就像樂章，需要發亮發光。這個地球從未改變，如今一點點變樣，天天一起在掙扎，通通走了樣，幸福遠未降臨，惡夢每天發生，未來今日要跳出，在這刻完全任我闖 ，Let's f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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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ying to proximity， 衝出天際不用再 OT， 生命裏應該面對，縱失去，飛到星塵裏，於天